好，快，唔該。片或者乜嘢？而家我身後嘅位置咧就係尖沙咀碼頭巴士站外面嘅其中一個大電視熒幕，佢係一個會播放 MV 或者係啲生日嘅精華片段嘅展示嘅，有會介紹翻佢生日會免費請我哋香港市民去免費坐天星小輪去中環。佢見到呢個造型咧係相當啲 fans 嘅，而且佢就係一個最受香港人喜歡嘅偶像之一。7月7號咧就係佢生日啦，市民咧可以免費咧入尖沙咀坐中環，又或者幫佢坐尖沙咀嘅。除咗尖沙咀碼頭嘅廣告電視屏之外咧，尖東嘅港鐵站咧亦都隨住有佢嘅海報同埋天星小輪啊、路啊，佢哋都有佢嘅海報。仲有就係除咗景深嘅呢個巴士站咧，呢個巴士站其實咧外面都有佢嘅海報嘅。而家我哋喺尖東車站嘅紅色行人隧道，可以鋪滿一個粉紅色嘅大海報貼紙，可以見到佢嘅金碧輝煌造型。而且又介紹到我哋將會喺7月7號可以請我哋全香港市民坐天星小輪免費來往中環同尖沙咀。當中喺尖東站嘅大堂嘅大熒幕咧，就會有 Anson Lo 嘅海報嘅顯示屏嘅其中一個動態畫面。可以顯示佢金碧輝煌嘅好靚嘅造型，絕對公平嘅。其中 K11 秒 C 外面嘅巴士站都設有呢一啲燈箱，可以俾大家或者神徒同佢哋打個卡留個念。